屏东的万丹主要是生产红豆，也毋过即几冬来呢，煞有大量的青皮豆丁走去园林来偷食这红豆的籽。屏东县政府即马是要帮助农民来设围网啊，盗掠青豆丁。早上抓到了，一只青豆丁卡伫网啊，看起来已经死去啊。边仔阁有几啊只放伫涂骹。最近是屏东红豆的种植时节，但是这几年青豆丁的数量增加，因特别爱食红豆的籽。致使红豆发袂水，收成阁减足济。为着协助农民，县府农业处推出围网的补助，毋但会当甲青豆丁冻落来，嘛会使盗掠青豆丁。没有叶面，没有嫩芽，没有办法做行光合作用嘛，到时候这边就会枯死掉了。看网啊是有效，但是这网啊爱牵较悬的。哦，爱阁牵较悬。跳，叶跳了，会跳，会也咧爬起，也个伊就较粗淡薄啊，呀，啊目莫伤宽。即摆网仔补助范围包含1000公顷农地，每一件补助上悬是250块，每公顷上济会使申请8件。假使种植无到1公顷，就照比例来算。补助以实际红豆园的大小为准。县府希望透过围网的方式，互农民减少红豆的损失。高度是80公分哈，然后长度是120公尺的部分哈，但就我们整个1公顷最多就是这边补助2000块，那我们预计大概初步估计大概就补助到大概1000公顷左右。它基本上爬不过去，它就会卡在网子上，卡在网子上，我们就是可以把它抓下来。目前屏东县红豆种植大约有3900多公顷，主要集中伫万丹、坎顶、新园。县府提醒，只要是提有合法土地证明的红豆农民，拢会使向在地农会提出申请。申请的时间对公告日开始，到明年12月31日。记者柯永哲，屏东报道。